阿爸要买迄间啊，要买啊。咱买有真正咱家己的厝啊，你看，拄好厝主要买。我算过啊，我即摆的存款虽然也无够，不过会使去银行贷款，看会当贷几成。你要留到什么时阵？我正要问你要留到什么时阵呢？你是安怎哈？你敢有想要知影我的感受？我是安怎死头路？我死头了咧创啥，你拢唔知影呢？你是爱负责啥？为走了后，你拢感觉你爱负责啥？你爱照顾我？我伫厝诶做头路，赶快使趁钱，好无？好，那安尼你敢袂通甲我讲，买厝是倒位甲你碍着？那你甲我讲啊，是安怎一直要买厝？伊为着要买厝，甲家己买到啥物款，你敢拢袂记哩啊？我才袂跟带去爬楼咧。你讲的伊是恁阿爸呢？你是会晓想无？阮阿爸，阮阿爸拼死命要买厝，拼到拢无命啊！我国校就无留爸啊，要大你家己去大啦。